喺拱北行路翻屋企咧，先10零分鐘嘅時間啊！呢套拱北嘅全新嘅單位咧，78個平方，可以做3間房啊！可以講係秒殺晒你哋睇緊嘅所有房源嘅，而且南向咧仲可以睇到澳門個方向啊！全屋咧係帶埋豪華裝修啦。廚房嘅爐灶、煙機同埋洗碗機咧都係古樂利品牌，客廳嘅闊度咧有4.5米嘅，全屋咧係帶埋帶金嘅中央冷氣啊，連走廊嘅櫃咧都幫你做好晒啦。咁視頻影到係點咧？交樓咧就係點樣交俾你噶啦。咁呢個單位咧使用率係去到95%嘅。嗱，咁如果話你唔想行路翻關口咧，都唔緊要，屋企樓下咧就有公交站啦，一站咧可以直達翻去拱北關口嘅。主人房嘅空間咧亦都係十分之大啊！呢個衣櫃啊，同埋梳妝台咧，全部幫你做好晒。嗱，遠少少仲可以望到新葡京嘅。咁面積段咧，除咗有78平方啦，仲有65平方嘅3房啦，95平方嘅3房2衛嘅。有興趣嘅朋友歡迎留言啦。Thank you。